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Little Solo Art。今次咧同大家快閃咧介紹一下我之前去日本咧買嘅美術用品啦，同埋文具。如果大家喜歡嘅話，請你俾個讚我啊，同埋 subscribe 我呢個頻道。今次過去咧，其實我都係去世界堂啦，同埋去銀座嗰間月光藏。不過今次咧就發掘另外一區咧叫做藏前，其中一間咧出名嘅文具鋪，我就買咗呢一盒蠟筆蠟。個包裝咧就好特別，同埋質地咧就好順滑。另外咧喺世界堂買咗呢個3原色嘅水彩。世界堂咧今年係85週年，所以佢出咗咧世界堂專用嘅綠色喎。隔離呢支咧就係 charcoal black， 你加水之後咧畫出嚟咧好似木炭啊水彩嘅感覺。另外呢個牌子可能你喺香港都見過，不過就好少話單獨可以購買咯。咁我就買咗3支黑色、啡色同白色，佢可以咧加水咧，好似變咗水彩咁，同埋佢嗰個粗度咧係畫一啲 sketch 好啱咯。跟住就係銀座嘅月光藏，咁啊去到梗係要買水彩啦。呢間鋪頭咧出水彩已經好有歷史噶啦。咁今次去到咧，我係專係買一啲 sketchbook， 不過咧就係比較似 tracing paper 嘅，個透明度比較高嘅。咁我見到香港都比較少買啊，咁所以咧我買咗唔少啦。咁呢一本咧就係有顏色添。佢真係好薄身嘅紙，所以有時咧做 layout 啊，或者我哋可以拓印一啲圖案啊，去做一啲草稿咧，咁啊好方便啦。另外呢個咧水彩迷你夾啊，我覺得好方便，用喺寫生嘅時候咧真係一流啊！月光莊嘅地樓咧仲有畫展睇嘅喎，雖然個地方就唔大，喺個餐廳裏邊。另外咧買咗一啲喺香港未見過嘅，好似譬如呢啲色卡咁樣啦，佢係好 earth tone 嘅，不過咧我就中意佢咧個尺寸夠細，同埋咧個厚度咧都有300 gram 以上嘅。另外咧呢本比較特別，通常咧啲 sketchbook 咧，如果啲紙厚身咧，你好難用到拓印嘅，好難 trace 嘅。咁但係呢本咧，佢雖然睇落去嘅質地咧，即係比較厚身啦，但係其實佢都可以當 tracing paper 嚟用嘅喎。所以咧，我覺得呢個比較特別，我喺香港未見過。即係如果啲紙比較厚，又可以愛嚟做 tracing paper 咯。嗱，個效果咧就係類似咁啦。嗱，而家我譬如再拓印，咁其實你都會見到。咁呢一類咧就係真係好薄嘅 tracing paper， 不過咧就係比較有顏色啦，亦都係冇顏色都有嘅。個尺寸又係比較細啦，即係喺香港都好難揾啦，通常係一大本噶嘛。另外呢個喺100 yen 店見到，不過好少見到顏色咁鮮豔喎，同埋有20支，咁啊真係好抵啦，因為100 yen 都香港紙都唔使10蚊啊。呢款咧就係我最中意嘅啦，成個旅程買得最開心，但係呢個迷你嘅 Color Ink。看似咧就好貴啊，其實一啲都唔貴，好似係100零蚊嘅啫。咁佢顏色咧出嚟咧係一個比較低調啲嘅粉色啦，實在太漂亮啦！俾我揾到一間咧賣古董嘅關於歐洲嘅圖畫書喎。咁當然入去就係買翻1兩本啦。如果你好中意復古嘅歐洲色彩嗰啲圖畫書咧，你應該可以留1至2個鐘喺呢間書局嗰度。呢本咧就係新書嚟嘅，佢嘅尺寸就唔係好大，咁但係咧你一打開咧就好驚喜嘅，因為裏邊咧有好多好迷你啦，全部都係啲細路仔啦，唔同嘅表情啊、動作咁樣，所以咧真係愛不釋手。
另外呢本雜誌咧叫做4月，咁咧就喺月光藏嗰度買嘅，咁我就覺得話，咦好得意喎！呢個係呢期係4月，係咪有5月、6月、7月咁多期嘅？佢就話唔係啊，呢一個雜誌咧，其實個名本身就係叫4月，原來係咁樣。佢全部咧裏邊都係黑白嘅，咁多數都係啲 sketch 或者唔同畫家啦去投稿出嚟嘅作品。好，今次咧就介紹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喜歡嘅，請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呢個頻道啊！下一次咧，我就會繼續介紹我今次喺日本之旅咧去過北齋畫展喎，千祈唔好錯過啦！我哋下一次見，拜拜。